天父上帝，阮恳求你，找见你的圣神来点伫阮的中间，引带阮认捌真理，引带阮晓悟真理了后，会当来照真理来行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姐，咱大家来看这个要理问答的这三个问答，我读大家听。问答第三个问题，你对打落知影你的忧愁甲艰苦呢？回答：我对上帝的律法知影我的忧愁甲艰苦。问题第四，上帝律法对咱有啥物要求？回答讲。基督已经伫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，拢总甲咱讲，教示咱，恁着爱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是诫命中第一，也是上大的。其次嘛相共，就是爱听人、听厝边，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甲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问题第五，你会当完全遵守这个诫命无？我袂当，回讲我袂当，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怨叹上帝，甲我的厝边。这个要理问答，咱拄仔所读的问答，其实是真正用积极的来开始。但是，互人批评讲，这个问答吼无下时阵呐，伊的教示方式吼错误消极啦。迄一个开始就讲人有罪，人有忧愁，有艰苦，无先肯定人是遐个美善，却强调人的败坏一面。人的自我形象都已经够歹啊，你搁讲落愈歹。应该先爱人保守，对不对？一个人都有病到要死啊！你着保守一下，鼓励一下。但是咱小可了解一下，若一个人病遮尔严重，应该手术无手术，应该食药无食药，应该检查无检查。咱甲人来讲，哎哟，伊敢会面白黄皮皮，骹骨大细肌，你若化妆哦，你化妆，抹油，来安尼，来妆头好势，请问。化妆妆头了真水，这个病人的病情有好无？无好啦。顶礼拜讲个譬如啊，台湾人较早若啥物病拢食迄个精洛丸，你知精洛丸就是日本人迄阵咧征服苏俄啦，苏俄即热血热血所以精洛丸就叫精洛丸。所以日本人就带迄啦，啥物病拢讲食精洛丸。较早台湾人有咧万基有对不对？万基若手去跳抹会害，目睭跳抹白白，骨倒跳抹大财，甲万项拢有效。请问诶，咱中间有医生抹万基若有效，医生拢死了，实在是无效。所以有人咧批评讲，哎呀，要理问答一个开始就讲人有这艰苦罪过，他讲即要创啥？即摆的教会的倾向吼，拢讲正面思考，拢讲人着爱有自尊。爱成功，这叫做所谓的成功神学。绝对莫讲迄落，互人听着真解肉，听着真艰苦，互人引起人的罪恶感的罪恶，这实在是。所以，但是咱的要理问答是要用上帝话来造就人，所以无法度袂使暗藏活命的真相，要叫咱来诚实来反省。所以头人无人讲吼，讲若问医生就爱食药，问先生爱食药，问生命就倒也毋对吼。我听过即句话无？这句话意思，圣经的话是活命的真理，就是要叫咱来诚实来反省。你若暗藏真理，甲扭曲事实，这是害人至亲。所以咱知影咱忧愁甲艰苦的本质。特点甲起因，咱透有法度讲我实是安尼，我
我家己阁无办法，我毋大愿意来求独一个救主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就讲，咱是就讲，咱若有病，咱就了解咱的因缘是对，咱毋是要互医生到咱迄个现象，互阮安尼解决尔。咱希望上好是咱根本治疗，会当长筋，长筋了后咧，咁敢若无别的会使？无啊，咱爱个培元固本，搁爱个运动，搁营养，搁规人恢复完全。所以圣经是活命的美娘，圣经是医治的良药，要甲咱身正咱的病来医治，啊，要搁自从咱的活命搁来永做起来，伊是活命的美娘。所以要你问答是要教示咱下伫圣经的人生观，毋是要互咱忧愁艰苦、操心背梦，毋是安尼，是要更新换新咱的活命。互咱会当来真欣信，来亲近，来接近独一个完全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今日咱要分3点来讲：第一，上帝的律法，就是上帝的话，是圣父所启示的；第二，上帝的律法是耶稣基督所答伊宣传的；第三，上帝的律法是圣神来施行的，咱第来了解，上帝律法就是上帝所启示的。咱今仔日要来真诚实来反省咱家己，我是啥物款的人？我有倒底，我有倒位啊毋对，我有啥物问题？这种毋是自我觉察、自我感受，是徛伫上帝话来反省、来了解咱家己。若是用一个人若伫家己较早古早时代拢用铜在照，也是用水咧照家己，看拢无无袂。咱即摆若有一个人摕一个镜互咧看的时，咱看到迄镜的内面咱家己的时阵，咱会讲哦，原来是我。所以毋是要叫咱来研究迄个镜，迄镜孔是安怎啦，镜后壁安怎？迄镜目的是要来照咱的面，了解咱的真相。所以遥理问答，迄个问的讲。伊咧问的迄个问题是讲，你对大乐知影你的忧愁苦难的为上帝的律法，伊无问讲你有啥物忧愁苦难无？无问问这，嘛无问讲你是感觉倒位啊毋对，无问，伊直是讲你的苦难、你的忧愁是对大乐来，你对大乐知影，意思就是咱想讲，你想要知影我的病到底是啥物？医生会知影病。因为医生有伊特别的仪器，佮有特别的财物，佮有特别的知识，所以伊会当来了解。我捌带一个囡仔去看严重的医师，伊拢总12年，去5进是不出病啊，忧郁症啊。落尾我讲，你开安尼，我看你都毋是，我当下带伊看严重的妇女症，咱所妇女症，我一个看来讲，你毋是。你毋是不出病，第三嘛，你不出症，第三，伊讲你这摆破啦，台湾人要怎讲？躁郁症啊，你也牙开哦，是会掠讲啦。不准的时候咧，你是两极性的啦。我谁知影？伊毋相信，佮随伊来做测验，哇，几多测验拢出知影，因为伊老公讲，我叔我看过1000个呀，这我先看知影，我看袂出，家己嘛无落感觉。所以咱要感觉咱家己，要了解咱家己的真相，上知影咱是啥？创造咱的主，创造咱的上帝，对不对？咱想讲这个表啊，啥人上知影这个表啊？设计这个表的人，对不对？到尾咧，是我买这个表要用的人。所以即摆的人咱拢袂晓反省家己，反省家己，个叫做反求诸己，反求诸己就是反省家己啦。咱拢检讨别人啦，对不对？你捌听过咱台湾人讲句话，迄袂死牵拖厝边。我现在还袂死，牵拖厝边，对不对？我顶摆讲，有人袂死，讲牵拖爸母。爸母你就是袂死，毋捌死我袂死。阮讲我嘛袂死，毋捌死你袂死。你袂死，佫会死到拖3代。所以袂死牵拖厝边。
咱拢是怪社会、怪经济、怪政治的体制甲结构，拢也是怪咱认为讲，咱啊改造社会、改造经济、政治，咱的所有的问题拢解决，有可能。所以咧，这个建管哇是咱着规个台湾拢随这边黄金时代有可能，无可能啦，有可能。啊，未来人讲啊，我会艰苦，就是人对我不公不义啦，我钱无够野用啦，啊，我的父母哦，无互我一个好的家庭啦，啊，我的翁仔某袂和啦，啊，我的兄弟咧，我绝情啦，拢牵拖。所以现在人甚至自从要从制度来推翻，甚至无信任任何人。请问你从制度推翻，你嘛需要搁另外一个制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无信任别人，你人拢袂晓信任，连家己的某囝我拢信任，父母我拢信任，请问你搁有啥人能信任？所以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圣经所讲的，叫做罪恶。啊，这罪恶吼，其实咧，咱的圣经翻做罪恶，够歹翻译的，因为伊英文叫做 sin， 毋是 guilty， 毋是杀人放火。中间侮辱人迄种罪，毋是叫 guilty， 是个sin sin。啊，sin的意思足歹翻译的，啊，中文啊翻做罪，甲这个刑事的罪恶的罪拢相共，毋是。其实这个是意思的是，我应该做，我做袂到；我无应该做，我做出来。我的心思意念，甲我的精神，拢倾向着歹。所以，这个圣经内底讲的罪，毋是外表的行为而已，搁再包括我内面。所以我外口会骂人、会拍人、会杀人，我内面是万切万动。所以，一个是内在的动机，甲外在的行为。啊，圣经讲的罪是，毋是讲啊，我都无，我也无来骂，也无来你捆打，无来你迄落 Q， 毋是哦。这是无应该做，你无做到，但是你应该做的咧，我爱体贴人，我爱顾念人，啊，我爱扶持人，我拢无做到，这嘛是罪。所以圣经会讲罪意思是，咱无达到上帝的律法、上帝话的标准。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上帝伊蔑视伊的罗卜所写的圣经。圣经就是要显明咱人甲上帝应该有好的关系，互人知影上帝是要叫我安怎伫这个世间来徛起来生活。啊，我应该有啥物种的生命的形态，才会得到上帝的满意。啊，这就是上帝的律法，达袂到叫做罪啦。啊，咱这个华人的文化是讲啥呢？讲罪是啥呢？咱讲迄个罪吼，叫做罪，其实一个网啊网。但是话来讲，叫做是非啦，哦，非礼不非礼不非礼不是，非礼不讲，非礼不做，啥物叫非礼？但是咱自从一切的罪拢归伫啥呢？归到父母啦。好，必先孝为先，爱听父母的话，互父母得到欢喜。咱对到咱拢提到父母尔，啊，所以认为囡仔若无。囡仔若还有主体性，无听话，咱就感觉哦，安尼是罪孽，啊，这业主，好，咱就讲这。但是圣经讲，圣经的关系，毋是干那到伫人类人际中间的关系尔，佮咱推到人甲创造主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若无上帝为咱光照，互咱了解，咱就一面行呢，咱若无照这行。咱就感觉，哎呀，咱感觉讲，哎呀，真蛤蟆好，到底我是对倒样毋对，啊，毋知影，啊，毋知影倒样毋对，啊，就开始要食药，较有效咧。对，台湾人讲，哦，食药搁个有食有惊气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有食搁啊有拜保庇，有食有惊气，啊，若是拜对啊毋对，啊，无咧管啦，啊，有食有惊气，啊，到底有食真正有惊气，较有影。所以台湾人，你觉得台湾人血球气全世界上最。比如上款，啊，酸痛啥物就食乌药丸，啊对无？咱知影迄美国先单，迄对身体无歹。我讲我血有气血到我肚，迄个敢食乌药丸，伊感觉食会出有效，对不对？啊无，
爱了解根源。所以上帝这个问题回答来讲，为上帝而发，为上帝而来。你要知影献俾上帝创造万物的时阵，伫埃及龙就启示阿东甲夏娃讲，想出真明确的概念，啊，佮在因创造到真公义圣洁，佮想出有判断力，佮有标准的知识佮才华，因佮有一个真正咱行公义的愿望，这是大家人欢喜的。但是到尾来，伊犯罪，因违背上帝的话。请问诶，上帝律法是毋是真叮当咱担袂起？真正恶地当当，其实毋免。上帝雅各书第2章12节讲，上帝律法是互人得到自由诶律法。咱就是讲，你高铁，你高铁通驶较紧，是靠啥？靠迄个轨道啦。你若无轨道头法度，无你高铁，你叫来公路驶看卖，讲驶会行。高铁来了。请问诶，船啊，甲飞机伫顶面咧飞，是毋会当随便飞？嘛袂使咧，爱过轨道咧，啊有嘛照常小风咧。啊，请问船啊免入港，爱轨道免？哎呀，敢袂使讲我袂入来咧？引水人员是咧，薪水啊悬。伊讲乌白人，我落去落过借，迄当然我有轨道嘛。啊，咱嘛知影，咱上帝的予伊真正会明确。讲你和我做伙徛起，做伙同工，啥物物件拢总袂使食，都会袂使食，啊，伊就无爱犯罪。当咱的阿东夏娃犯罪了后，伊破坏甲上帝的建立，毁坏这个疼甲和平的联系，伊较感觉伊全规身躯拢无清。请问诶，上帝去敲出伊的时阵，因感觉啥？感觉真见笑啊！上帝啊，莫看我规身躯拢无穿衫裤，啊，结果因用啥？用无花果树的树叶，做一个衫有得着。上帝讲你烫来，爱卖啦，烫来歹看。啊，他叫我烫咧，上帝要叫伊烫的目的是啥？是要用羊羔的皮，这是福音，要来遮看你的见笑。几句话讲，阿东你答了，所以上帝的话咧咱讲，上帝即马个伊愿咧敲碎咱，咱已经是死落去。上帝要敲找咱，请问诶，上帝对阿东问讲：你是毋是食我来迄个食诶？请问阿东有认罪无？有认罪无？有啊，伊真啥会罪？伊呢，那马上啥都给我食，我真阿我会罪啦。所以查甫人吼，足好看拖的。爱个真啥会罪？伊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你所收拾迄个查人叫我食，啊无我拢袂食，我该清白无？你知影无？所以啦，查甫人若娶某，若袂成总经理，拢去迫害；啊，天天袂着博士，拢去迫害；啊，若无法度做点议长，拢去迫害；啊，若无法度做董事长，拢去迫害。你捌听过这话无？啊，袂成将军，拢去迫害。了拢牵拖。啊，这就是阿东的本性，男人的本性拢安尼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包括我嘛是啦，啥代志拢不注意害，牵拖。啊，其实上帝是爱真爱咱认罪这关系来，搁来回访嘛。伊毋是条要找你嘛？请问个医生是毋是来你看病是讲嘿，你知影？你这个病我等你真久啊，我你死啦！无迄个医生啦，一定讲哎，我敲出来啊，我就是来医你，啊你安怎用，对不对？后来医生专门看人死的，有啦，迄是一个日本有一个迄个叫做啥物医生啊？迄个画图的，迄个漫画的漫画。哦，对咯，无正确哦，迄内底有一个伊的对敌个，迄专门要互死啦。哦，一般话咧，上帝是咱的主，咱的爸，咱的真疼咱的爸，伊毋是咱发现咱有罪，目的是要笑你，要批评你，要吞打你，毋是是要医治，要互你恢复甲伊的关系。所以咧。即种的观念到着新约，耶稣基督讲：我毋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所以上帝依愿高举伊掠权伊的话，要互咱认捌圣经的内容，甲咱神圣的使命。啊，所以咱就知影讲，哦，咱达袂到遮，咱的忧愁，咱的艰苦是很大。所以魔鬼撒旦
用心计较，就是无爱互教会的人，无爱互人世间人了解上帝的律法，无爱互人明白问题的症结，互人变做千迷，啊，所以千迷带千迷。所以咱若无认捌讲咱家己有罪，咱就袂去敲锤主。若是讲咱感觉咱家己无病，家己感觉家己无病人足多呢，对不对？我一摆带一个大学生讲，我看你有问题哦。伊讲牧师你问题比我较大。我讲你是啊，你不出钱呢？伊讲讲你精神不练，我精神不练啊。我带你来看医生。袂啊，你也去看啊，你比我非常少。我无多实讲，啊，落尾讲好啦，咱做一测验的啦。我转3个月一测验，测验内底16项内底，伊多2项尔。伊讲哇，昨日无你看，嘿，你讲这是精神分裂，你当然无，叫精神分裂无。啊，测验要不准的吼，16内底14项，但不准的，你自杀几下摆啊，你慢慢落，我落我转都叫叫做带去看，啊，伊看一个食药了就好。哦，无，我咧变调调，好，我两个阿我为着即个用偌辛苦，我咧送迄边2个月，我会早顿去互食，伊3顿拢毋食，要食早顿。啊，伊个是佫毋当开门咧，啊，拢捌出完咧，我咧下咧安尼，了伊啊，较安咪咪，啊，送去食，啊，一日甲才顿去。迄个啊，3家咧，啊，不厝拢毋爱看病，到尾出来，啊，即种叫做啥？无对家己的病无了解，叫做无病识感，病耻感啊。无辨识感，伊无当了解，啊，所以上帝话就是要互你了解，所以上帝就是安尼，啊了咧，咱世事若无上帝启示，咱无当遵守律法，咱就讲第二点，圣经所宣传，若无上帝启示，咱无当守律法，咱嘛毋知影咱家己的忧愁、悲观、甲艰苦，上帝律法，但咱显明，互咱知影讲啊，我违背，我做无到，我拄着人生真大苦难。了后呢，我忧愁、甲操心、悲迫、艰苦，拢毋是我家己无当解决的，只有一人能解决，因为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道加肉身，道加肉身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我靠我当化解的可能性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囝，伊来到这个世间。所以，咱相信耶稣毋简单，接受耶稣为我来死，搁来搁我，搁较要紧的就是，我要成做耶稣的学生，接受耶稣所传讲上帝的旨意，一切教义，搁根据耶稣基督的所传讲的天国的原则来生活，咱的忧愁较会当有透白。若是像一个高铁车仔袂行，啊，伊内底电机出问题，伊内底迄个通讯出问题，啥问题？修理好啊，修理好啊了咧，我搁是咱毋行，都风台就是轨道问题，啊，轨道用好，啊，伊内面动力好，啊，轨道好，咱就继续行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是咱内面的问题解决了后，咱爱搁知影讲，咱着要安怎活，较有真正丰盛的活命。所以耶稣来讲，我来是要叫人得到活命，并且得到较丰盛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安尼，伊毋但是活出上帝话，活出上帝的真理，活出上帝的优秀，而且伊搁咱讲出上帝的律法内底上要紧啥，就是听。上帝就是听，耶稣基督是上帝，所以耶稣基督是听。所以，伊讲，咱该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咱的上帝，佮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咱的文化上艰苦的是啥？咱的文化上艰苦的，毋但是毋捌上帝，了捌听上帝。咱主要问题就是，咱无当听家己，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请问做老母的人，较听家己，也是较听家己？家己细囝，较听家己细囝，无听家己。一个人啊，圣经教是讲哦，咱是听厝边亲像家己，咱若无听咱家己，咱无当听。我对我家己哦，啊，百般的催逼，一直催逼我家己，我一直催逼，
所以我听了我就吹平。我对甲我家己吼，一直等命，一直斗我啥呢？等骗想，骗我家己，这，定啊骗想我家己。啊，所以我听了我就一直骗想，了解无？我对我家己哦，真刻薄，我唔甘吃，唔甘面，欠得刻薄。我对你我就刻薄你。所以上帝，所以保罗先生讲啥呢？讲耶稣基督。伊是听我，为我剥杀家己，所以我爱听家己。耶稣基督这真理吼，迄个瑞士有一个精神医学家叫做卡尔扬，卡尔扬这个伊讲啥呢？伊讲耶稣基督的真理真正水，讲你若听，你若迄个听遐个无听捌听无三五千个人，你互伊三五千。无依我的人，无饭食，你互伊饭食。迄个住伫监狱的人，向关监狱的人，你去看伊；你住伫病院的人，你去探访伊。你若做伫这个至微细的人的亲像，你就是做伫耶稣的亲像。了后伊讲啥？讲我发现我的兄弟的中间，我的朋友的中间，我熟悉人的中间，有一个人。伊上敖无理取闹，上嚣摆，搁上自卑，搁上敖糟蹋人。我一定我都听伊，我为伊是气到要死。你敢知迄人是啥人？卡样讲，迄人是我本身，我本人，我本人啊！我发现我都听家己，人是咱是我都听家己，因为咱的标准我管。但是耶稣基督听咱遮个软正的人，听咱遮个卑微的人，听咱遮个丧凶的人，听咱遮个无依我的人，上帝愿意差遣伊的独生子为咱来死。所以耶稣基督毋是甲咱讲话山水，讲咱一大摊，讲到嘴要转烂，家己做袂到。无，耶稣基督是听世间人，听到为咱来死的时间。所以耶稣基督伫律法的总纲内咧讲啥？显明咱的受，咱的艰苦啊忧愁遐尼深，照伊完全明白律法深深的意思，伊阁成全律法所有的要求。耶稣基督全心全意全力来听天父上帝，伊嘛听厝边亲像家己，甚至为咱世间人来死的时间。了，耶稣阁从圣情修赎咱。互恁知影罪，搁会当，搁得到耶稣保卫洗清咱的罪。所以第三，圣律法是圣神所实施的。这个要你问答问讲，你会当完全遵守这个诫命无？你会当袂？伊无问讲，你有完全遵守你这个诫命无？伊无问讲你有无？大拢无啦。讲你会当袂，因为咱知影，咱的本性是倾向罪恶。这个基督教属叫做罪性啦，sin sin 无加 s 啦。若内面迄个罪性，做出外口叫做罪行啦，罪性跟罪行啦。我对人的怨妒是罪性。我侮辱人、攻击人，这是罪行。所以，咱内面有这个罪恶的倾向。圣经讲啥？讲诗篇50篇讲啥？讲我伫老的台中，我就有了罪。这罪是 sin， 有了罪恶的罪性，毋是讲我已经犯罪了。所以人拢爱了解吼，咱有即种的倾向。所以这个问题讲，你会当完全遵守的，咱无法度遵守。所以这是咱生命内底的失望，真可悲的、真正悲哀的真相。咱却无法度摕出啥物物件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承认讲，靠我家己我无法度。你若有法度咧，你若真正有法度。
圣经咱台湾人讲哦，俗语话讲哦，鼻孔爱无一个好人，咱做袂到。咱着做袂到，是毋是做袂到？着我当作毋是。上帝先用耶稣基督做咱的模范，有人行出这条路。一般这个人若做会到，人拢轻视爱做袂到的，拢偏心爱做袂到的，拢无当体谅咧做袂到的。但是希伯来书讲啥？讲耶稣基督伊凡事受试探，含咱相共，但是伊无犯罪。但是伊无犯罪，伊反倒转，伊来体贴遐受试探的人。所以耶稣体贴咱，了解咱，伊活出上帝的活命，甲用活出上帝的尊严，甲活出上帝的优势。但是伊看咱遮无活出来，伊无看咱无看咱轻。伊颠倒是啥？颠倒是行伫头前，行伫头前，要叫阮来一步一步对伊。我细汉的时经过啥呢？经过试电园啊，规拢试电，试电内底下骹有足侪试电落来试啊。试的是我毋敢行，阮老爸讲你对我行，我讲爸爸你真正会行？我的骹地哦，我的骹地有惊试电，我若搭咧试电拢歪啦。我老爸骹地够粗的啦，够咧，我搭咧试电拢准。你对我行？我若搭着试地，我就踢落边啊！我搭袂所在，你拢无试，拢无试。我只对伊行，对伊行，真正拢无试。那有试了，我踢你边啊？对伊行。耶稣基督直接伊活出来了后，叫咱对伊行。咱要对伊行，咱讲啥呢？我要行无力啦！你行遐水，无力。所以呢，耶稣咱切片圣神来带伫咱的心内。所以，若无圣神的内住带伫咱的心内。咱无可能了解圣经，因为圣神修饰咱悟性来了解圣经。咱若无圣神，咱嘛无气力力量来遵探上帝的路来行。所以咱来祈祷，求上帝的圣神修饰我智慧聪明，会当来了解上帝的真理，佮修饰我气力，互我会当来遵探上帝的律法。所以耶稣基督。徛伫头前，咱对伊行，咱叫伊学生。而且咧，圣神佫还咱气力。所以咱今仔日即个讲的时阵，咱来感谢圣父启示律法，佫而且遵守律法。伊每一日拢互咱显明咱的每一个主日，拢互咱显明咱真相。咱是需要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需要来调整，因为咱若真正信耶稣的人，含关系结连了后。咱来调整，那亲像讲，你会晓开车，请问你会晓开车开到真好，你有可能即个路真直，你的车性能真好，你咱自动handle路到4号线，全手全安尼，全一直开就好，敢有人敢安尼开？毋敢，咱一定handle路，因为一台大车大卡车过时，那车卖叮当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时常咱微调啊。微调啊！微啊调，调，安尼handle落好势，安尼行。所以逐礼拜咱来听上帝真理的话，互咱气力，佮互咱新的方向，咱通调整咱的骹步。咱感谢圣经，伊的完全的听，伊的完全的模范，伊还活出上帝的话甲真理，互咱来头用来行。感谢圣神将律法来启明咱，互咱来了解我伫倒位啊？对，我需要标准来了解我家己。我嘛来了解讲上帝对位，互我当真捌，会当认错、知错、改错的人，即种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死有认错的人呢，迄是无智慧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鼓励大家先讲，恁着爱啥？勇敢犯错，大胆改过，毋通犯罪，毋通犯罪哦。犯罪甲犯错无共哦。咱惊囡仔犯错，毋是，咱惊囡仔犯罪。圣神感动扛照咱的罪，搁再修饰咱，搁引出咱的罪。所以魔鬼甲圣神一
因两个工作无共哦。魔鬼是控告人的罪，现实是光照人的罪。魔鬼控告人的罪是讲啊，你无路用，你无效，你上帝要爱你啊！啊，现实毋是，现实感动咱讲，你着爱来认罪。耶稣基督听你，耶稣基督给你第二摆机会，耶稣基督你个要起满咱到耶稣面头前。所以现魔鬼叫咱厌恶家己，得遐上帝。啊，现实呢是叫咱厌恶罪恶，来听上帝，这个无共个部分。所以现实安来，所以今仔日咱若知影咱的罪恶甲受苦是遮尔大，咱就知影上帝听是遐尔大。所以伊差遣伊的囝耶稣基督来替咱来赢过罪。所以咱来学了上帝，上帝啊，你的听遐伟大，你的救赎遐奇妙，我会当来欢喜来我，搁再欢喜面对我人生的障碍，叫做成就。所以咱这个所有这个要理问答哦，真正不过2字4字尔，叫做乐我成就。乐火善终啊，就是要完的。啊，这是为上帝问题啦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启示你话名话。圣经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活出上帝话名话。圣神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光照阮的，知影阮的不足，甲阮的偏差，阮的扭曲。你个感动阮来到你面头前，接受你的救恩，接受耶稣基督救恩，阮感谢你。由你继续带领引带阮，一步一步踏入救恩，一步一步会当来踏入上帝的道路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交托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